鍾淑慧同吳岱融因為拍3級片結緣之後，仲喺95年結婚，喺圈中算係異數。佢哋兩個都曾經有過超大膽演出㗎，唔知鍾淑慧有冇後悔曾經拍過3級片呢？其實又冇咯，因為當時我自己都有份去參詳個劇本同埋共識點樣拍嘅。咁而且我哋嗰幾部戲嘅題材咧都係一啲真人真事嘅戲啦。咁當然係都要加入咗唔少嘅電影嘅元素，呢啲真係唔少得嘅。咁但係作為一個演員，我覺得我又唔係賣弄。佢同吳岱融喺90年代咧都拍落唔少3級片㗎。當時吳岱融嘅事業未如人意，有傳經常喪蒲喪玩，搞到分一亮紅燈。鍾淑慧仲撐起頭家返大陸登台，仲帶埋個仔返廣州生活。鍾淑慧都默認啊，同老公婚姻出現過問題，不過佢就話：邊度會一對夫妻唔會有摩擦㗎？有摩擦或者唔開心，梗有㗎啦。咁呢啲過咗去就冇嘢㗎啦。同埋而家呢個年代都冇話邊個撐唔撐住頭家，亦都冇話一定要男主外女主內，甚至乎即係女主外男主內都係冇問題㗎，即係都冇乜所謂嘅。因為大家既然一家人，就唔會去計較呢啲嘢咯。咁邊個 OK 咪邊個上咁樣咯。就好似而家我日日都喺度暢泳、游水、行街、休息、攤頭，咁佢日日都做到好辛苦，又病住都要開工，咁又點計呢？係咪？所以冇得計㗎嘛。咁又係嘅，乜都計一餐，又點成夫妻呢？